好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歡迎大家收睇呢個神魔之塔嘅影片啦。咁樣今日就開咗一個新嘅地獄級關卡啊，咁就叫做無名的紅孩子啊 ，Bear Kid，Bear Kid 度，咁就可以睇下關卡資訊啦。咁呢，我今日打算用大聖隊打嘅。咁大聖隊打呢個關卡呢，第一關就比較困難少少，不過好彩佢有一隻無視減傷其中一隻，咁但係得6000公里，咁其實勉強應該可以嘅，我估。咁啊試過就知啦。聖誕節開呢個地獄級，咁我就大聖啊搭坦幾啦，諗住做乜全部都解，全部都係轉咗毛嘅，有呢隻。好，用呢一隊，咁我希望我每回合回到6000血啦，唔卡心應該冇問題。咁我都帶咗木妹，OK，咁啊試玩下先，嘗試玩下先。究竟我每回合回唔回到6000血呢？企左右兩邊，咁第一回合就要，因為佢手殺盾嘅木嗰隻，咁一定要先打死佢，所以就唔使考慮咁多，咁啊盡量留心珠。16000血我食到2下，咁應該 OK 嘅。哇！係回3萬幾血，咁鬼多。冇問題啦，應該就冇問題。如果唔係連續卡心嘅話，應該 OK。咁我如果木妹開到就更加冇問題啦。出現卡心嘅情況，唔怕嘅，木妹已經開到。喂，做乜拎住我？自從改版咗之後呢，我開技能呢個熒幕就會卡住我，唔知做乜鬼。咁我而家腳轉，咁呢回合一定要回滿血啦，否則就好危險。咁我唔理啦，啲心燒鬼晒佢。反正回滿血之後可以食到2回合，加上我而家有木妹開咗，就相對壓力冇咁大。好。咦？我唔記得回血添，究竟食唔食到啦？測試下先，靠木妹吸一吸都仲食到。如果食唔到，可以靠大聖嗰個迴避技啦，唔知有冇機會迴避到？OK。我突然間發覺我係帶少嗰張叫咩啊？賽特，不過算啦，我帶咗賽特就未必夠攻擊力。
我而家帶咗水依張阿發汗咧，個攻擊力嗰個倍攻會高啲咯。咁如果我帶賽特嘅話就冇咗倍攻，咁啊純靠粒龍克，就未必殺得死。我唔怕啦，反正都係慢慢打。魔隊就係慢慢打。其實可以開多尋木會，做乜我唔開多尋木會？魔位一層都好 OK，已經冇乜壓力。所以第一關嗰個無視減傷咧，其實就唔多緊要嘅，老實講。咁一路打落去先咯，一路打落去就知有咩地方係需要注意。OK， 跟住呢度咧可以爆擊佢嘅，其實而家得返佢一隻，因為下一關咧會鎖咗魔族嘅技能，咁即係話我下一關嘅屠夫係唔用得。咁既然我下一關嘅屠夫唔用得嘅時候咧，咁樣就唔需要同佢客氣。咁但係如果我得一組，我唔知打唔打死佢。我試下得一組睇下打唔打死佢，試下先。好。一組嘅攻擊力，即係佢唔係好多血。七 C 都打200幾萬都 OK。咦，冇開下發汗喎，見到。唔怕啦，咁我依關就會鎖咗我魔術技能啦，咁所以就都係要慢慢轉噶啦。咁我如果得一隻魔族嘅話，攻擊力應該唔會太高啩。係咯，一回合打咗3000幾，咁安全啲，有木妹就開木妹啦。慢慢磨，慢慢磨。好彩我錄 YouTube 嘅，咁大家可以飛咗呢一段啦，唔係真係有排睇。不過我諗我魔隊嘅片平均都係10零分鐘嘅，普遍嚟講。我仲卡住，仲卡我個心，開咗尋木妹先。好。
咁開3層唔會就應該最安全。幾多萬血啊？哇，600萬血，咁唔使客氣。試下全開先，全開唔知會打幾多。唔會太多啩，我唔想打死佢。我估打佢唔死嘅。係咯，大把血，全開都爭好遠。咦，基本上可以一絲草技嘅。咁啊，絲草技靠爆擊喎。嚟多一個小爆發先，再儲翻技，剩翻少少血先慢慢轉。我諗我唔開奇窮係 OK 嘅應該。唉，算啦。係咯，咁我剩翻呢個血量就可以轉啦。其實我都有少少淆底，因為下一關係入關需要爆擊。如果頭先係太大力爆死咗佢嘅話咧，我就要由頭打過啦。不過預計應該就唔會太大力嘅，開少咗隻沛公咯。如果開埋奇窮嘅話，頭先又應該死。喂，着量一絲草下幾先？我起碼要等到坦幾返嚟。應該 OK 喎，一回合打佢唔死喎，咁多血喎。
OK，咁就差唔多啦。好，依回合應該掛老襯我估。誒，爭啲啲。得啦啩 ，OK， 拉落少少個巴哈關卡資訊先。到第3關啦，咁啊2隻嘅，火嗰隻就越攻越強，喂，木嗰隻越攻越強，木沙法。咁火呢一隻咧就係風化3粒添，咁多。我而家版面唔靚啦，要多少少暗珠先可以爆擊。咁啊，依彎就稍為燒風化啦。哇！得1粒，得1粒暗珠，一組暗珠，唔係1粒。雷多灣5粒，但係有個畫面比較差。仲要風化咗我。好，依係要爆擊啦，咁就睇下會唔會盡量做到單體啦。因為我想下一關有翻技能入去，下一關會安全啲。咁樣咯，咁我呢度全開啦。咁啊要小心啲風化珠咧，睇住唔好中。OK， 諗先。OK， 呢度暗好，咁我就開得彈幾，一排珠啦。咁我嘅風化都唔怕嘅，有彈幾。咁啊，小心啲，要斜轉嘅時候。OK 啦，就咁。喂，唔好擺咗個全體嘅大鑊，打死啩，成1000萬啦都得。OK， 咁就之後嘅嘢慢慢打就得啦。其實我應該開木每級。都幾煩，風化。3粒風化都幾係嘢。咁啊，所以要注意先風化咯，燒風化優先，唔係俾累積上去都幾難搞。大天宮
使講咁多嘅，有木妹入去木妹，唔係帶嚟做乜？做一個有利燒咗嗰粒火嘅，燒咗嗰粒火嘅位置。哦，又會啱啱風化到依粒，風化咗我嗰粒火。唯有打豬。誒？一字長蛇俾佢風化晒。哦，好嘢，真係所以啦。咁我慢慢打。反正我而家開咗2層木妹咧，佢點打都打唔死。我慢慢打就得。
好，差唔多啦。OK，跟住入到嚟第4關，咁呢隻白絲熊貓咧，你要發動咗呢個5回合內咧，要發動咗8連擊先可以造成攻擊或者回復。咁呢個係比較邪惡。咁啊，首先就一定要燒咗啲風化先。如果要做白絲，咦，做咗白絲。OK，咁我開木會穩陣，開木會穩陣，隨時做唔到。唔好以為有彈機一定做到白絲，係唔一定。咦，我由開木妹又及唔到。睇下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。OK， 我畫面應該夠，應該整到白絲。咁我就全開啦，白絲，然後又下一關。咁我個技能仲有2回合啫。咁我如果轉到白絲，我應該回得滿血嘅。咁我下一關就可以慢慢同佢磨啦。全開啦，唔使諗。咦？原來我全開會頂走咗佢白絲喎！我自己白痴。其實我應該一入關就全開，就會頂走咗佢白絲個技能。黐線，極白痴。唔緊要啦。咁大家知啦，而家。其實唔使諗咁多，一入關全開頂走佢技能。原來係咁樣，我都唔緊要啦，都做到白絲嘅。9絲俾多佢，係啦，轟死咗佢咧，入到下一關呢一關咧，咁而家嘅，因為佢係強化3屬騰。水火木強化先打得入去，咁而家做嘅嘢咧，只可以儲技嘅啫，儲技。所以1 CD 大聖減傷，你滿血食佢都係3000幾嘅啫。只要你畫面有一組心就好安全嘅啦。加上妹妹彈起又可以幫你吸下咧。着兩幫你吸下，咁已經慳咗好多功夫啦。咁大奇窮都係為咗一關嘅，即係大火呢一張，都係為咗一關嘅啫。如果你唔帶呢個阿法項，帶張複製人，頭先個爆擊就可以帶嚟呢一關咯。不過頭先未必打得死，如果帶複製，即係帶賽特。其實什麼嘅複製人唔係咁解，不過算啦。OK， 開多層木妹。盡量嚟暗珠，水火木都要有。好，而家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水火木都有，咁可以開爆擊，開晒佢。奇窮一開，咁就全畫面變強化啦。OK。
開亂。OK 啦，正常就應該無痛入下一關嘅啦。係啦，下一關呢個 boss 技能咧佢係會自殘50%，期間係無視所有控制技能，即係你帶蛇妖啊嗰啲咧，就喺控女場係唔得，唔好幻想控女場，你要硬食佢一下攻擊力，咁佢攻擊力係36000幾，36000幾，如果你冇減傷咧，你係必死，除非你有根性或者減傷咯，否則你係必死。帶咗水油去減傷，都要靠萬技。係啦，咁呢隊唔怕嘅，有大聖喺度，應該唔怕。滾7000幾，呢下俾佢打我都扣唔到血。放心，佢係打你唔到2次，只可以打你1次。即係話，就算你食石都係食一粒嘅啫。我帶張減傷咯，帶張減傷喺度食，硬食佢一下。係咯，呢個關卡用呢隊就其實係非常安全，只不過要好有耐性咯。我睇我跑咗30幾分鐘我都幾長。張牙舞字唔係張牙飛爪。OK。3個屬性成員，咦會跌計喎？嗰張木嗰張卡，木嗰張盾兵卡，好似話木嗰張比較難跌。睇下先，野紅張飛，而家又係張飛嘅。我張飛冇得抽啊！張飛係打呢一張卡片。睇下先啊，佢嘅技能係光與暗轉心強。2回合內減傷50%，隊長技就係火攻2倍，木心兼火。哦，木心兼火咁得意。第5技，有喎，咁係嘅。記得張飛應該都同劉備啊、關羽有技能。如果劉關張擺埋一齊嘅話咧，生命攻擊回復就1.2嘅。Okay. 組合技有同呢個關羽有組合技喎，咁就係光轉水強、暗轉火強、心轉木強，即係變咗全版水火木強咯，就可以適合打一關咯嘛。Okay. 喂，原來會跌盾兵啊！啲盾兵又 OK 喎，不過可惜我係冇抽到會跌火嗰張。我成日想要火嗰張，因為我抽到曹操，反而冇抽到木嘅任何一張。係咯，呢個關卡就係咁樣啦。張飛張卡片其實用其他隊打都用啲2燒隊啊、3燒隊啊嗰啲打咯。我冇抽到關羽，有關羽打就應該容易啲。係咪人嚟啊？張飛係一張飛，係咯。反而我係抽到曹操，曹操我仲未進化，因為未打夠嗰啲卒，打夠嗰啲練技卒，咁你食滿咗先升佢會着數啲，慳翻2隻料。反正遲啲用都冇所謂啦。不如而家試下抽一張，試下抽一張，我想中關羽多啲。其實咩都唔想中，淨係想中關羽。試下抽一張，好似嚟緊31號會 up， 會稀有卡提升技能。咁啊留翻啲石喺31號先抽咯。而家抽一張試下水位，唔好又中司馬懿，我好多張司馬懿。孫權我係課金送，
黃金送嗰隻仙拳俾我，而家又有隻仙拳。仙拳冇乜用啊，仙拳。仙拳係水光隊啊，唔係神人族嘅，係咯。仙拳係水光隊啊嘛，水光成員3.5倍攻，消除水輻射全隊攻擊力額外1.5，係咯。同埋呢個大小橋係披住上啊，我係有大小橋，係啦。水光隊消除光減傷35%，係咯，幾得意嘅。佢啲新嘅三國卡片，我覺得都係咯，係我覺得關羽會比較容易用咯，易用啲咯。咁呂布就唔使講就知道，只要你轉珠有翻咁上下功力，就非常之強勁嘅一張卡。咁我自問我冇心機轉，老實講，所以就俾關羽我就已經好夠。我即管睇下31號我抽唔抽到咯。咁應該會抽晒呢啲石頭，或者我一抽到關羽就即刻停手。希望我可以喺50粒內搞掂佢。就咁咯，今日呢條片拍到呢度啦，應該大家都打得順利。咁我都繼續查下公會任務，就咁，拜拜。